小朋友好，俩坡嘅疫情轻严重吼，已经进入到3级了。故说大家都要乖乖地要看，都要同爱要看嘅喵喵香香乖乖地要看冇啊？有冇？喵喵，你今日要同到乡下来上课，喵喵上乜嘅課呢？喵喵上乜嘅課？哦，佢講。我來考大家新冠肺炎樣板講，好，要注意哪點事情呢？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？來，我們來一起來說新冠肺炎、新冠肺炎、新冠肺炎。好，新冠肺炎這次東洋衝，大家出門記得帶乜嘅啊？大家出門要記得帶什麼？嘿，曹雷。有没有？你有带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哈哈，好，就要带了。防灾耶，防灾耶，防灾耶。哎呀，有吗？你有带吗？好，记得咯，从面位好洗面按样哦，从头洗漱，洗漱，哈，你先注意，好，来，好，我从头洗漱，用乜嘅洗漱呢？茶菇。茶菇用茶菇洗漱，用茶菇洗漱。許多我輩轉到屋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防災嘅剝下來，揭下來以後要點辦啊？倒雜個倒雜，過來呢索起來，跌到垃圾桶，以後呢？夾拿茶菇洗漱，韓國人老人之間兩下3天呢，溫度總得超過50人，室內不可以超過5個人哦。50係包含屋企人嘛？唔係，係講你屋企以外嘅人。家人以外的人，跟你同住家人以外的人呢，總唔得超過50。室外呢，溫度係50，總唔得超過。屋外呢，總唔得超過14，不可以超過幾個人？10個人，總唔得超過14哦。韓國你那係一出到那邊就要防災嘅帶燈。就要口罩戴着。阿娘有記得嗎？阿娘，兩下，你要來學習洗漱嘅客家話步驟，按樣辦寫好，唔到都有啲係翻譯按到內外夾攻大力腕，對不對？那你呢就會按內豎盤一度內。外手背外面豎盤我背夾數字拉夾拱起來好，數字拱起來抬數字拱然後抬數字拉2片力好2片數字減2片，然後數字減2片。碗係哪呢？數碗，內外夾拱抬力碗。按用碗咧麼？一下唱到大家停念，自家講一擺哦。來開始，內外夾數字拉拱起來，抬數字拱，力數字減字減，碗數碗。好，大家學會洗漱以後呢，兩下你雖然係啲屋企，還係要複習漢語，還是要複習客語。韓國運動一下，
运动一下，运动一下。俩下，你就要来同俩学期开学到鸦片，到俩下，你有学嘅客家话来复习一拜哦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把我们开学到现在学的客家话整个复习一次，准备好吗？好嘞，来上课 ，Go！ 好，开始咯。你第一个爱学习嘅复习嘅系呢，就是俩客家言语，也是客家师傅法。等一下，小朋友先生会先念一段，先生会先念一遍，再过来你都要停顿念2遍。老师会念1遍，然后你们要跟着念2遍哦。好，第一个牛黃頭。好，牛黃頭是指小孩懂顽皮声音呢，懂反餐。小朋友很顽皮的人呢，我们就可以称呼他为牛黃頭。第二個，門內雕牛角，好問到。好，門內雕牛角是乜嘅意思呢？意思是冇挨到。蚊子去叮那个牛上面的那个角，怎么会有感觉呢？它当然没有感觉咯。好，第三个，太岁抬牛屎。好，是形容人动作缓慢，因为那个牛屎一台谱哦，牛大便都是一大团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水呢，要把牛大便这样冲的时候呢，它只会缓缓的移动，所以比喻人动作缓慢，我们就说它是太岁抬牛屎。好，再来，弹跳错是跌细跳牛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比喻形容人因小失大，因为牛啊，它为了要吃那一颗在悬崖边的草，结果呢，就从悬崖上面跌下了，跌死太嘞，就摔死了，所以就形容它因小失大。好，再过来，牛忙天批。好，形容的是的厉害。好，因为呢，牛还没有穿那个鼻环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很不受教，然后你不知道它不知道它的控制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很厉害的一头牛。好，再来，牛栏肚丢牛马。好，这个意思是说牛栏里面的牛只互斗，也就是说啊，那个牛栏底度啊，就只有关那个什么牛尾听听嘛。那你公牛，你再怎么样欺负，你也只会欺负里面的母牛，或者是母牛都在一堆里面呢，就是母牛牛马互相在那边吵架，在内斗。所以呢，形容说你只知道在里面内斗，然后不知道一起去抵抗外面的，不敢去对抗外面的人或者事情，然后你只敢在对里面的人大小声，你就可以说他是牛栏肚丢牛马。再过来，斗牛塔无本，斗人难平本，斗牛塔无本，斗人难平本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，牛只很多的时候就无法耕田做事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想偷懒，为什么要叫我去？意思就跟什么华语的3个和尚没水喝很像哦。好，意思就会按哦。好，再过来。
这是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太牛鼓，好，听到太牛鼓，等一下呢，你们就欣赏念嘎哈，你们就要练习起来，身体动一动咯。好，准备好吗？开始。太牛鼓啊，太牛鼓，上来各有责，爱吃草，身体好，健康又快乐。太牛鼓啊，太牛鼓，早晨愛耕田，下晝做得田地愛去，河巴教水流冲歌，河巴教水笑連連，拍好講機係神仙。好，你下問到哦。好，來第一遍哦。太牛鼓啊，太牛鼓，上來各有責。愛吃草，身體好，健康又快樂。太牛鼓啊，太牛鼓，早晨愛耕田，下晝做得田地愛去，河巴教水流冲歌，河巴教水笑連連，拍好講機係神仙。再過來就是八公，八公。好，來我們一樣哦，念一次咯。家門田頭嘅阿八公，為何天氣變風？是我嘅人，讓我冇看到呢。撇種殺進去見到，家門種樹嘅阿伯公，為何樹頭光光？了亮嘅人唔知走哪去，乃是有人拜天公。八公，八公，請問你有聽到嗎？開山打那，開鼻做準，怎有天丘好村莊？八公，八公，請問你有聽到嗎？前人栽樹，後人乘涼，萬人留子孫好風光。第二段，家門水頭嘅阿伯公，為何悲痛吞平？釣魚嘅人唔知走哪去，工廠殺進去見到，家門插秧嘅阿伯公，為何插樹變草？摘茶嘅小阿妹走哪去？係唔係變成阿婆？八公，八公，請問你有聽到嗎？開山打那，開鼻做準，怎有天丘好村莊？八公，八公，請問你有聽到嗎？
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万年留子孙好风光。好，再过来，这是认真的题目。好，第一个，哇，看到题题有清爽吗？你凤林嘅夜市诶，停了几久嘞？我们凤林夜市已经休息多久了？哦，好，我们好好的想一想。如果说你要同阿妹去夜市诶，想要吃啥样东西，你要用诶同阿妹讲呢？好，我们要来练习回答咯。阿妹，我想爱吃泡盐肠、醋豆腐、牛排。泡盐肠、醋豆腐、牛排。那如果是你呢？你还想吃什么？红茶吗？红茶。还有什么？薯条？薯条。还有吗？鸡排？鸡排。好，再来第二题。阿爸本年见到吃唔落饭，你们用诶同阿爸费事哩。哦，这阵子你们都地副卡，有没有惹爸爸妈妈生气呀？如果你惹了爸爸妈妈生气，你要用诶讲呢？好，记得哦，一定要乖乖、态度良好的，你唔错认错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一起说一次咯。我会讲，阿爸，我唔错咧。我會講，阿爸，我唔錯咧，下禮拜唔敢咧，下禮拜唔敢咧，唔好再過天咧，你唔好再過天咧。好，第三題，你在體育課學到哪一條運動？你輕中意嘅係哪項？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項呢？好，好，來，我們一起來說咯。我要學到，我要學到打籃球，打籃球，游水，游水，跳遠，跳遠，跳高，跳高。那跳繩怎麼說啊？跳索嘅，跳索嘅。踢毽子呢？踢毽呢，踢毽呢。好，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呢？好，我最喜歡的是游泳。我青中意游水，我青中意游水。好，也許有人會說，我最喜歡的是踢足球，對不對？好，那踢足球要怎麼講？踢腳球，踢腳球。那你在這裡就要說，我青中意踢腳球，我青中意踢腳球。好，再來。如果現在哇，疫情給管黑哦，人家找你出門，你千萬不要出去哦。好，如果他要找你一起出去，你沒法出去，那你要怎麼跟他說才有禮貌呢？好，來，我們來看看阿敏是怎麼回答他的。好，哦，不是阿敏啦，是阿敏來找他。那你這個小朋友呢，24年呢，也用版回答阿敏嘅，他是怎麼回答阿敏的呢？好，來我們聽聽看。阿敏，歹勢啦，阿敏，歹勢啦，我拄好有事情走唔開，我拄好有事情走唔開。下禮拜贊同鄉下去看，下禮拜贊同鄉下去看。好，再來第5個。你愛去圖書館，唔知路，你會用誒乜嘢？好，我們最常問到的就是哇，我們要去一個地方，如果不知道的時候，你要怎麼問才有禮貌呢？好，來，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。我會講，我會講。請問你哋圖書館愛用版行嗎？請問你哋圖書館愛用版行嗎？
好，还有第6个，最后一个咯。学校有青岛考场，二千中医嘅咩係乜嘅科？做乜嘅會中醫入門科呢？好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回答他呢？哈哈，瑞香老师在这边懂眼，我们就要讲汉语课咯，所以我们来说，爱情中医嘅係汉语课。愛情中醫嘅係漢語課，因為我會講客話，因為我會講客話，講客話請傻批，講客話請傻批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今日就先複習到呢片咯。你今日就先複習到呢片咯。接下來，請你聽聽先生下輩嘅名讚去欣賞。你倆地步有搞過嘅歌曲，好，等一下呢，請你點影片下面的說明，然後來欣賞我們這個之前教過的歌曲。好，小朋友看晒今日嘅影片以後呢，你嘅作業要出來咯。今天看完了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我們的作業也出來咯。我們今天要交的作業是什麼呢？今日要交嘅作業係乜嘅呢？就是樣片讀讀，你要請一句影片裡面你要找一句的死夫發，或者是諺語一句的師傅話或者是諺語來說。第2個呢，就是歌謠，你要唱一小段，一小段。第3個呢，就是剛剛我們漢語認證裡面呢，我們是不是有學到1、2、3、6個吧？6句，對不對？6個句型，6個問句。那你一樣挑一個句子來說，這樣就算完成功課咯。做對嗎？好，再一次哦，過一拜哦。第一，你要找一個客家諺語來說，比方說門內雕牛角，或者是牛欄肚雕牛馬這樣子。好，那第2個呢是什麼？好，我們說的歌謠，對不對？我們的歌謠。好，然後你只要唱一小段就好。比方說什麼太牛姑啊，太牛姑，好，天孔又快樂這樣子。好，你就是要念一小段。第3個呢，就是要說客語認證問題，口語表達的問題。6句挑1句來講，6句挑1句來說。比方說，最近都在家裡，惹爸爸媽媽生氣了。好，你用版同阿爸沒費事理呢？你要怎麼跟爸爸媽媽報？誠懇的道歉呢？那你要用來講。好，那你就要把這句話說出來，就是什麼？我會同阿爸阿妹講，我做唔錯咧，是你喊拜唔敢咧，你唔好再過欠咧。這樣子回答就可以。3題哦，記得嗎？諺語1句，歌謠1句，還有認證題1句，認證題1題。加油！